4月3日，受到避險需求的支撐，金價在上一交易日創下歷史新高後保持堅挺，在特朗普公布最新關稅細節後繼續盤踞高位。紐約期金首次觸及$3200，日內升1.73%，現貨黃金升超0.53%，報$3130。美元指數下跌0.44%，收於103.805。現貨價格目前比特朗普1月份上任前高出$400多，2025年至今已上升$500多。與此同時，週三公布的 ADP 全國就業報告顯示，美國私人部門就業人數增長加速。本週最大的就業數據將於週五公布，屆時將公布美國月度就業報告。基金經理表示，美國總統唐納德·特朗普的關稅將削弱本國經濟增長，這可能是對美元非常大的負面影響。預計美元未來還會進一步下跌。這些關稅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的風險仍然存在，推高了金價。週二，美國供應管理協會對美國商業狀況做出了悲觀評估。3月份美國製造業出現收縮。瑞銀分析師表示，瑞銀預測今年黃金可能會看到甚至達到$3500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